记得吃东西要听听也是，要慢慢吃才不会噎到哦。好好吃哦！我吃完了。默默，你吃的这么慢，我帮你吃比较快啦。不要。彤彤姐姐，默默都不分一点给我啦。好啦，不要抢，不然我这块也给你吃好了。记得要听听也是。耶！亮亮，你还好吗？吓我一大跳！吓死我了！亮亮，你吃东西太假的。彤彤姐姐，你说什么呀？我说亮亮，你吃东西太假的，太快了，吃这么快很容易噎到，像刚刚那样好危险哦。彤彤姐姐，我知道了，以后吃东西我都会听听也是。听听也是，慢慢吃。听听也是，慢慢吃。彤彤姐姐，你的蛋糕怎么还没吃完呢？因为我要听听也是啊。你这样会从天亮吃到天黑耶。有没有关系？太假的，太快了。太假的，太快了。妈妈，你爱吃吗？彤彤姐姐，我要吃一碗卤肉饭，不加卤蛋，卤汁多一点，谢谢。默默，你说话太假的，太快了，我听不懂啦。再说一次好不好？听听也是太假的。小朋友吃东西要细嚼慢咽哦。哈克乌拉拉，下次再见。张罗亮。